奕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奕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你瞧一瞧，这滇州的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康熙真的要撤藩，势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真的要帮康熙与王爷作对吗？六师傅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出卖你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有什么苦衷，还是跟王爷说去吧。看看王爷是否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就是李奕欢？小女子李奕欢，见过王爷。17年前你刚刚出世，本王就曾见过你。说来也怪，本王一生杀人如麻，却从未对谁心慈手软过。唯独当年想要杀你之时，你却对着本王突然那么一笑，看着你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本王居然下不得手。看来你果然命硬。奕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奕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果然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也未见得如何倾国倾城，却能把康熙迷得神魂颠倒。王爷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对皇上来说，不过是跟他后宫诸位家里稍有不同的野丫头，他对我啊，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，他和康熙早就已经是两情相悦、两心相许了。是吗？李定国一心要光复朱明王朝，他一世英名，却走了这样一步错棋，把唯一的女儿永历帝钦点的太子妃送到了大清皇帝身边。没想到你却偏偏喜欢上了大清皇帝，哈哈，真是讽刺，哈哈哈哈，太讽刺了。哼。王爷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我大师兄朱哥哥。我跟我大师兄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婚约。我对康熙呢，就像雪姐姐对康熙一样，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权宜之计。王爷，这丫头满嘴跑马，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。王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上她的当啊！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这丫头如何向本王解释，他们将你和倾城出卖给康熙之事。王爷，我爹是真心想跟您结盟的，我们这次也不是有意破坏盟约，出卖六师傅来博取康熙的信任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因为这个裘贵啊，把真的舒婉心带到了索额图那儿，不得已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雪姐姐假装认罪，戴罪立功。这样呢，牺牲六师傅一个人，可以保全我，保全雪姐姐，保全了大师兄。这也是叫什么来着？舍居保帅之意。对，舍居保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该感谢你们明珠谷。哎呀，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，真是舌战莲花。如果你们是舍居保帅，为何当时不提前通知我？而是瞒着行事呢？你看你六师傅，我怎么跟您说啊？我们说牺牲你一个人，保全我们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肯定不愿意。再说现在，你虽然暴露了，但是王爷，雪姐姐还在啊。雪姐姐留在康熙身边，继续为您效劳，而我们明珠谷呢，保存了实力，对王爷您来说也是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。如果当时不是我急中生智拿住了倾城作为人质，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了刀下亡魂了。而他们一定会让康熙以我为人证，给
给王爷定下个弑君大罪，逼着王爷反叛。到时候他们明珠谷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看，六师傅，哎，咱分析一下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没能杀了裘贵，才导致了这么多事情的发生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怕王爷责怪你，当然急着推卸责任了，口口声声说什么王爷对你有恩，你效忠王爷，可你呢，明知道皇上也有撤藩之意，只有王爷跟我们一起联盟，才能面对这个危机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在挑拨我们跟王爷的关系，你有何居心啊？王爷，我对王爷真的是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呐。他们明珠谷与王爷结盟是假，想要挑起王爷和朝廷的矛盾，他们好从中渔利才是真的啊！王爷，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本王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，把李易欢带到别院，好好安置。卑职遵命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易欢的消息了吗？刚刚得到消息，易欢已经被雪衣居士带回了滇都，直接带进了平西王府。那平西王有何反应？尚不清楚。微臣正在想办法打探消息。朕刚刚亲手拟了一道圣旨，令人快马送往滇都。朕故意用生气的口吻责问吴三桂，雪衣居士是否是他的手下，行刺朕是否出自他的授意。皇上圣明。如果皇上不动声色，和和气气地说吴三桂是清白的，雪衣居士是在栽赃陷害的，只怕吴三桂会觉得皇上是另有所图，会对他不利。但皇上直接生气地质问他，反倒透着股亲切之意，会让吴三桂觉得皇上对他尚有信任可言。李爱卿不简单呐，朕的心思你都能懂。皇上过奖了，臣不过是偶合圣意而已。吴三桂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撕破脸，杀了易欢，然后立刻起兵造反；二，放易欢回来，同时把雪衣居士押解进京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继续和朝廷维持表面上的关系。李爱卿，你觉得平西王会作何选择？皇上，臣对平西王并不了解，对他的实力更是一无所知。臣不敢妄言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起索额图了？说实话，朕也不知道吴三桂会如何选择。但愿他能放易欢平安归来，如此也好给朕几年筹备撤藩的时间。王爷知道姑娘好美食，这些都是王爷特意为姑娘准备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这么大院子就我一个人住啊，王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把我送出去啊？哼。德行，亏什么也不能亏了自己肚子呀。早就听说云南美食最好吃了，今天总算大开眼界。哎呀，这是地形图。易欢就被关在这个小院子里。啊，对了，滇都晚上都是要宵禁的，这是出城的令牌，你收好。
可是，王爷明天一旦发现没人，你岂不是脱不了干系？没关系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这令牌，极少有人有机会能拿到。王爷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是啊，可是皇上已经下旨责问我父王了，究竟是把你师妹给放了，把责任推给雪姨居士，还是干脆直接起事？要是决定直接起事的话，那你师妹就危险了。但我毕竟还是她的儿子，最多她也就像上回一样打我一顿，不会要了我的命的。可是，你为了我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和你父王作对，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个吗？况且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自己，我不希望看到我父王犯下更多的罪孽，也不希望看到他跟朝廷决裂。吴三桂，每天把这么多美食跟水果放在我面前，真的把我当成只知道吃的猪了？我说不是，你能一直把我囚禁在这儿？叶哥哥、樊姐姐，小师妹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，太好了！小师妹啊，你没事吧？吴三桂没有为难你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呢。还好你们救我，再不救我，我就成猪了。吴三桂知道自己野心暴露了，康熙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他已经在谋划怎么起兵造反了。如果他一旦认定我们不是真心与他们结盟，一定会杀了你姬妻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此地不宜说话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拿下！别动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渔网，这是为师精心打造的金丝网，你们谁都别想跑掉！李欢，你本来已经说动了本王，只可惜你这2位师兄师姐却沉不住气。如此一来，本王算看明白了，还是雪衣居士说的对，你们朱明联盟和本王结盟毫无诚意，完全是想利用本王来对付康熙。本王绝不会上你们的当。你把他们全部押回王府。聂德福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欢和李建清是否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奴才呢，平时只是专心伺候皇上，对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况且李氏兄妹眼下又是皇上看重的人，奴才不敢妄议呀。你这老东西！眼下有没有外人，就直说吧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朕也只是随耳一听。回皇上，这李氏兄妹都是来自民间，又都是百姓，自不比别的臣子奴才。
不可完全相信。可是皇上几次遇到危难的时候，这李氏兄妹啊，又都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特别是这世淑姑娘，她平时啊，怕苦、怕累、怕疼，也怕死。可是，在关键时刻，那真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依奴才看来，不像是伪装的。易欢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感受得到的。但是前有鳌拜，后有雪衣居士，他们二人同时指认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朕的心里也未免有一些放心不下。这雪衣居士呢，是吴三桂派来的杀手。对于这个人，奴才不是很了解，可是鳌拜奴才十分了解。鳌拜跟吴三桂都是皇上的敌人。这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一欢、倩影、陌生，你们和倾城一样，都是我看着你们长大的。你们最好老实告诉我，被你们调包的金钥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那为师就会替你们向王爷求情，饶你们不死。哼，六师傅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五师傅唐一手是鳌拜的奸细。樊师姐把从吴应期手里调包的金钥匙交给了太子，唐一手又把那把金钥匙从太子的手里调包了。现在唐一手死了，那金钥匙到底是上交给了朝廷，还是被他自己给私吞了，早就无处查证了。不，金钥匙不可能在唐一手的手上。唐一手也并不是什么鳌拜的奸细。那日，我跟我娘给五师傅炼尸，这鳌拜的腰牌乃是亲自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一块腰牌能证明得了什么？总之，唐一手并不是什么奸细，唐一手也并非我所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抵赖？我再说一遍，唐一手并非我所杀。那日，在城郊的荒庙中，我冒着被暴露身份的危险去救二公子。于是，我悄悄地给石青红传递了信息，让他发起进攻，配合我行动。快，这边！王妃，千万要沉住气，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内奸。李定国他们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的。我先救走二公子，回头再想办法救你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快醒醒，快随我走！二公子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二公子和侧王妃已经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。于是我就取消救走二公子的计划，由原路从屋顶悄悄地退出厢房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侧王妃真的要出卖我，那我只能放弃潜伏，逃回到王爷的身边。所以，我怎么可能去厢房杀二公子和侧王妃？要是那样，我怎么向王爷交代呢？为了掩饰自己，我当时和靖王还有陈胜男并肩和清兵作战。当我再进入厢房时，我发现侧王妃被一刀毙命了。当时我心乱如麻，我在想，侧王妃被杀了，我如何向王爷交代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被杀的居然不是侧王妃，而是唐一手。老五，五师傅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唐一手到最后
居然被大家认为是鳌拜的奸细。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蜻蜓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蜻蜓内奸。既然唐一手不是我杀的，那这凶手一定另有其人，而这个凶手才是真正的鳌拜的奸细。他一定事先识破了太子、晋王，还有唐一手的计谋，然后暗中用呆若木鸡伞毒倒了伪装成侧王妃的唐一手，然后趁乱杀了唐一手，将自己的腰牌放在唐一手的身上，将奸细之名栽赃给唐一手，最后再将杀死唐一手的凶手之名嫁祸于我。六师傅真是好口才啊！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想故意挑起我们明珠谷的内斗，让我们互相猜疑，然后你们好逐个击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李定国和朱慈轩设下的圈套，我以为在那厢房之中守着二公子的就是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他？你当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想趁乱杀了侧王妃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事后你大可以在王爷面前将责任全部推在我们明珠谷身上。对，当时大师兄要我们每个人在二公子身上刺一件事，你为了掩饰自己，不也积极支持吗？我哪里是在积极支持，我只不过是在被迫表态。而且当时我也是在赌，我在赌朱慈轩，也许只是在虚言恫吓。如果他真的要下手，我肯定会立刻逃走，到时候我的身份就会暴露，而你们就不必再杀二公子了。哼，你现在自然会如此狡辩。可你对自己养育了10多年的徒儿都毫无真情，又怎么可能为了二公子而牺牲自己呢？六师傅，武师傅就是你杀的，那金钥匙没准也落在你手里了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私吞了这金钥匙，所以撒了这弥天大火。不错呀，好一招一石二鸟之计啊！王爷，你就要中了这些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！我对王爷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的，王爷。六师傅，此次行刺康熙失败，康熙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心里已经容不下王爷了。王爷唯有与我们明珠谷结盟，共同对抗蜻蜓才是上策。你口口声声地说一心效忠王爷，却偏偏要挑起王爷与我明珠谷之间的内斗，你对王爷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王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六师傅给您戴的铜匣应该不是真的，要不然您试试。那铜匣的真伪如何辨认？我爹说过，那个铜匣乃大明最顶尖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。那铜匣上面有9条龙，如果是真的放在水里，那9条龙就能游动起来。所以想试真伪，把它放在水里，便知真假了。我刚刚试过了，那铜匣果然是假的。丫头，该不会真的铜匣其实一直在你手上？你让倾城调包的是个假铜匣吧？我要是这么有心机的话，我怎么会被你骗到现在啊？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就是倾城的。是，一定是倾城。他把从你这得到的真铜匣藏了起来，却给了我一个假铜匣。六师傅啊，我真替学姐姐寒心，她一直视你为神明，
而且他知道他弟弟在你这儿，又怎么敢私藏铜匣呀？他之所以出卖你，是因为他的身份暴露了，还有，他知道他弟弟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出卖你的。王爷，我交给你的铜匣就是倾城给我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假的铜匣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六师傅，你是不是想私吞大明的宝藏，所以才说金钥匙和铜匣都在我明珠谷手里啊？你想这样骗过王爷啊？你可真行！你这个死丫头，平常看你吊儿郎当不学无术，没想到你耍起心机来却如此可怕。我哪有心机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吵了！把他们给我压下去。是。小师妹，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厉害啊！只怕现在六师傅肯定很后悔，没能在来滇都的路上狠心杀了你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如果平西王跟咱们明珠谷联盟破裂的话，那我们就都活不成。王爷，如果你怀疑我，就杀了我，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对王爷的忠诚。唐一手真不是被你所杀。王爷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是为了报恩才誓死效忠王爷的。试问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，去杀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呢？那这个铜匣，应该是被倾城调包了。以我对易欢和倾城这两个孩子的了解，易欢倒是不太可能调包这个铜匣，倒是这个倾城，表面对我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只怕一直藏着别样的心思。这次他知道他弟弟已死的消息之后，就立刻对我翻脸无情了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个铜匣应该是在倾城手上，至于这把真钥匙，应该是落在了那个潜伏在明珠谷里的鳌拜内奸手上。多谢王爷的信任。把李一欢他们给我押回来。是。李一欢，这是皇上的亲笔手谕，你且看看。哼，皇上这还挺生气的啊。皇上虽然生气，质问我是否就是幕后主使，可质问的口吻中仍透着亲近信赖之意，所以，我只要将雪域居士和你们三个一同押解进京，就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能立个大功。雪衣，愿为王爷效忠，以性命来换取康熙对王爷的信任。李欢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你爹想和本王假结盟，暗中挑起本王与康熙矛盾的诡计，注定是不能得逞的。王爷，你误会我爹了。你当年逼着我爹杀了我娘，我爹心里确实恨你，但你也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光复大明的大业远胜于私人恩怨，所以他是真心想跟你联盟，一起对付清廷的。可本王并不想造反，我这个平西王当得还算舒坦。可是您这个平西王也当不了多久了。您觉得您顺着这条圣旨顺坡下驴，
把我们几个卖了，再杀了雪衣居士，就可以打消皇上的车藩之意吗？那您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皇上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过，之前鳌拜是他的心腹大患，现在把鳌拜擒了，王爷您就是皇上心中一根不得不拔的刺。康熙果真这样说？当然了，不信我给你演一个啊。他是这样的：吴三桂这个老匹夫啊，他想躺在功劳簿上多少年？这每年管朝廷要银两，国库都空了，这如今还蹬鼻子上脸，900多万两雪花银啊，还不给他挥霍的呀？圈占民田，广征官市，自主私钱不说吧，这老匹夫居然敢弑君，弑君可是大罪啊，可恼可恨。这老匹夫比起鳌拜来说，过10倍有余，朕早晚亲手灭了他。康熙小儿，欺我太甚！王爷，我相信你也知道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的道理吧？这么多年，您派雪衣居士潜伏在明珠谷，一直不动声色，而且还让我们壮大势力，为的不就是今天吗？所以王爷何必喊打喊杀的吓唬人呢？之前只听说李定国的女儿贪吃贪玩，不学无术，没想到却有如此见识。王爷您过奖了，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吧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是我之前听我爹还有我大师兄他们分析过，我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。王爷，我们明珠谷是真心想同王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，还请王爷三思啊！你若是把我们3个押解进京，相当于我们2家自相残杀，反而让康熙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果你把奕欢送回康熙身边，对你我来说可是有天大的好处。打开镣铐，放了他们。遵命。六师傅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所有干系你自己先担了。放心吧，有徒儿在，徒儿一定会在龙小弟面前替你求情，保你性命的。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王爷，您也放心吧，我也会向皇上请求，请他推迟撤藩时间，给您时间准备的。好，也请姑娘帮本王向令尊大人转达一句话，先齐心协力，把清廷赶出山海关去，万万不可再生异心，反倒让清廷渔翁得利。一言为定，王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父王，那我们走了。娘，去吧，您多注意身体，一路小心。皇上有旨，将雪衣居士暂押天牢，宣吴应奇、石青红觐见。臣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没有宣我吗？皇上说，先让奕欢姑娘回永乐斋歇息。李公公，这次回来，皇上不应该很想见我吗？毕竟我九死一生回来的。可是为什么皇上让我直接回永乐斋啊？是不是识破我了，不想见我了？皇上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肯定已经怀疑你们了。皇上不见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反正你是不该回来的。我这条老命啊，算是彻底搭在你们手里了。唉，走吧。
臣吴应奇和副将石青红护送笔墨侍书李义欢回宫，并押解犯人雪衣居士进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代臣父请罪，请皇上治罪。这平西王何罪之有啊？家父讲，他当年带兵剿的梅花门，与雪衣居士结下了血海深仇。雪衣居士假扮成丽妃娘娘身边的嬷嬷，前进皇宫，意图行刺皇上。可是行刺失败后，又将皇上身边的侍书姑娘劫持到了云南，意图栽赃给臣父。好在臣父设计将她擒住，救出了侍书姑娘。臣父命臣一定要向皇上请罪。哼，这平西王不惧流言挑拨，擒下朝廷要犯，还救了朕的侍书姑娘，不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朕要好好褒奖。二公子，快快请起吧。臣代臣父谢皇上恩典。请。多谢李公公。啊。李公公，哎，玉欢姑娘，你没回永乐斋歇歇啊？我想见皇上。皇上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皇上不想见我。哎，玉欢姑娘，奴婢玉欢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奴婢玉欢叩见皇上。迎身吧。龙小弟，我回来了。朕知道，朕又不是一个瞎子，你一个大活人站在眼前还看不见。我九死一生回到你身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？好像还有点生气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我知什么罪啊？你犯了2条重罪。哪2条重罪？第一，通敌。我通什么敌了？朕问你，雪衣居士行刺朕失败以后，用丽妃当人质，你为什么要救下丽妃，自己去做人质？奴婢舍身救丽妃，那是因为丽妃平日在宫里对奴婢颇有关照啊。丽妃和雪衣居士都是平西王派进宫里的奸细，你用自己顶替丽妃，让朕不得不放了雪衣居士，难免有奸细之嫌。那皇上这么说的话，奴婢还有好多罪状呢。说来听听。这罪状1嘛，就是奴婢劝说丽妃自首，并且告发雪衣居士。这罪状2呢，就是奴婢让奴婢的哥哥冒充皇上，让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功败垂成。这罪状3嘛，就是奴婢身为吴三桂的阶下囚，还不忘为皇上着想，还去刺探他的军情与实力。朕怎么听你说的不像是通敌罪状，反倒是在为自己邀审啊？奴婢的通敌罪状全都供述完毕了。第2罪是什么？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。我重伤谁了？重伤之人已经到场，你可以当场验伤。哪有人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你被雪衣居士劫走了以后，朕天天担惊受怕，你伤了朕的心，难道不算是恃宠行凶，致人重伤吗？龙小弟，我认罪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要是再敢让朕伤心，看朕怎么罚你！皇祖母，吴三桂在接到皇上的圣旨后，果然让吴应奇押送雪衣居士回京，护送李义欢回宫了。皇上，他是个聪明的人，可是这吴三桂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聪明人不动则已，动起来
恐怕就是惊天动地了。皇后，陪哀家出去走走。皇祖母，外面风大，你还是留在宫里歇息吧。这点风算什么？哀家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呀！这点风迷不了哀家的眼睛。走吧。李公公啊，左大人，哎，请您稍后，我有急事要见皇上。你就是有再大的事儿也得候着。世淑姑娘刚刚回来。哦，都明白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吴三桂让雪衣居士回京城，其实是为了舍居保帅。朕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朕赦吴三桂无罪，又给他刑赏，就是为了将计就计。而且临走之前，他还让我去他的军营看了看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他的军营看呢？他带你去，就是为了让你转告于朕，他的军队永不可挡。而且我从滇都回京的路上，看到了好多怪兽。这以前小的时候啊，我们村子里呢有一家铁匠铺，但是都是磨一些平时的农具。这次这么多的铁匠铺，如牛毛一般多，还是奴婢平生第一次看见。朕的探子也是这么汇报的。原来龙小弟早就有密探啊！那不知道有一件事情，皇帝的密探有没有告诉你呢？我第一次看到，居然有这么多匹的马。这些马比朝廷的如何？比朝廷的更加的精壮彪悍。这些马都是吴三桂斥巨资从藏民手里买的藏马。龙小弟的密探好厉害啊，这都知道。可是吴三桂买这么多匹藏马是干什么呢？藏马体型彪悍，比朝廷用的川马跑得快，而且高大。他集聚了这么多的战马，还有铁匠铺，难道他想造反？朕一旦下旨撤藩的话，他就会联合耿精忠、尚可喜一起起兵造反。可他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呢？他不怕我回来向你禀报吗？他让你看到这些，是有意为之。他想借你的口转告于朕，忌惮他的实力，从而害怕，不敢下旨撤藩。那，你怕吗？索图到了没？奴才在。那还不赶紧进来！皇上吉祥。朕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召集了5000多名铁匠，办了1000多家铁匠铺，同时开始打造兵器。马匹呢？马匹，奴才派人到牧区收购藏马，还到蒙古地区收购更加精壮彪悍的蒙古马，现在已经收购了2万多匹，估计2年以后可以增加到5万匹。龙小弟，原来你跟吴三桂一样，早就暗中筹备了。朕和吴三桂都是心知肚明，只不过彼此都没有必胜的把握，都在拖延时间罢了。那，你决定要撤藩了？当然，这个脓疮不除，那朕就永远是一只病猫。只有平了三藩，收复台湾，朕这个天子才能腾出手来，用全力发展农商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皇上，臣妾请您开恩，饶雪衣居士一死。丽妃，你明知道雪衣居士是在利用你，而你的弟弟也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要替他求情？臣妾举报他，是出于对皇上的忠心。现在为他求情，是要报答雪衣居士这18年来对臣妾的养育之恩。
丽妃，雪衣居士犯下的可是弑君大罪，不可饶恕。如果皇上一定要置他于死罪，那臣妾愿意陪他一起去死。愿陪他一死？望皇上恩准。丽妃，朕顾念昔日的情分，赦免了你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你不要不知进退。皇上，雪衣居士杀不得。怎么，你也要替他求情？不是，他有很多次都能杀了奴婢，但是关键时刻呢，都会手下留情。如果他真的杀了奴婢，那奴婢就见不到皇上了。叶欢，你可知道这宫里已经有了谣传，说你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雪衣居士的供词，把一切罪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把吴三桂摘得干干净净的。这肯定是吴三桂弃居保帅之举。可现在怕就怕是这雪衣居士保的不仅仅是吴三桂啊。朕明白了，你还是在怀疑奕欢和李太医。不，并非是奴才要怀疑世淑姑娘还有李太医啊，而是那鳌拜在没封之前再三的提醒奴才，而且那雪衣居士曾经脱口而出，他说这李氏兄妹是来自朱明联盟基地的明珠谷，兹事体大，奴才不敢隐秘不报啊。至于这李氏兄妹到底值不值得怀疑，奴才可不敢妄议。万事凭圣公独裁。你这个老滑头，心里顾虑什么？朕一清二楚。皇后是朕的发妻，你是皇后的叔父，朕对奕欢是宠爱，对你们两个才是信任。奴才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左图，现在是皇后的宫里，没有外人，你心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再这般小心翼翼、含含糊糊，小心朕踹断你这身老骨头。皇上，奴才只是觉得，如果这雪衣居士只是出于报复而挑拨离间的话，倒也罢了。但万一他在永和宫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这次回来把吴三桂和李氏兄妹都保下来，那就说明吴三桂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皇上，本来这雪衣居士的供词只需要把吴三桂摘干净即可，为何要把他应该仇恨的李氏兄妹也摘干净？反正弑君本来已经是死罪，他应该继续咬住李氏兄妹不松口，那才合情合理啊。若平西王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妾身不敢深想。朕之前谈及雪衣居士之时，奕欢曾经向朕替雪衣居士求过情，希望饶他不死。那他就更可疑了。雪衣居士把李氏兄妹全部都摘干净，那就更说得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朕应该处死雪衣居士，用来试探他二人？皇上圣明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奴才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一时义气想要慷慨就义的人，可真到了刑场上，见到了刽子手里面的刀斧，到了那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他却很可能会动摇的。我知道啊。嗨，那还不是因为雪衣居士想报复我们兄妹俩，所以在皇上面前挑拨离间。但是皇上那么英明，肯定不会相信他们的，是吧？朕自然是不会相信那些谣传，但是你也不再适合替雪衣居士求情了。雪衣居士必须死，朕还会派你和你哥哥以及丽妃亲自监斩。
李公公啊，有劳你回避一下。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。我可是冒着天大的风险让你们见着最后一面。我明白，多谢公公。好好，快。六师傅，师傅，易欢和倾城都已经尽力了，但康熙还是坚持要杀你。易欢答应过我，无论如何会在康熙面前保我一命。你们倘若出尔反尔，想要取我的性命，那么我也不会为你们保守秘密了。师父，小师妹并非没有信守诺言，只是你那日当着索额图和众多侍卫的面揭穿小师妹和大师兄的身份。虽然我们背后把事情圆了过去，可是康熙难免会疑心啊，所以他坚持要杀你，还让我和小师妹监斩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我说不要那么多，你们的麻烦你们自己解决。师父，六师傅不是说过要誓死效忠平西王吗？王爷对你们还抱有幻想，可是我在明珠谷潜伏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你爹和那些秦明余孽，他们对王爷的仇恨不比对清廷少，所以他们不可能真心跟王爷结盟。倘若我不能保全性命，至少要削弱你们明珠谷的势力，让康熙和你们斗个两败俱伤，那我也算是报答王爷了。六师傅，我知道你痛恨我们朱氏，所以要阻碍我们光复大明。你只想保住吴三桂，报他的私恩，但你想过没有？眼下康熙已经下定决心要撤藩，并在暗中加紧筹备。若没有我们这些朱明联盟的支持，吴三桂只怕独立难支，还望六师傅三思。你们不用妄想用这些花言巧语骗我牺牲自己来保全你们，我根本就不会上当。也不要妄想杀人灭口，我倘若死在这个牢中，你们的身份同样会暴露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们没有想过要杀人灭口。虽然你对我只是利用，还害死了我的弟弟，可我对你就是恨不起来。毕竟咱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啊，师父。六师傅，我好歹叫了你10年的六师傅，我若真要狠下心来杀你，那日在永和宫便动手了，何至于等到索额图他们来，让你有机会拆穿我和易欢？那你们也只能去找你们的几位师傅去商量。倘若不能让康熙饶我一命，那你们只能去劫法场了。否则，我只能向康熙说破真相，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师父，义父，康熙对我和易欢已经起了疑心。明日午时3刻，雪衣居士就要被问斩。
康熙要我和奕欢还有倾城，都必须赴刑场监斩。太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由我还有你的几位师傅一起去办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假扮成吴三桂的人，去劫法场。不过，康熙肯定防备着有人劫法场，一定会加强守卫。诸位师傅去劫法场的话，太危险了。要在法场上劫一个大活人，自然是太过冒险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守在半路上，抢先杀了雪衣居士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义父，你还是要杀了雪衣居士啊！雪衣居士这个人，他为了一己之私，就仇恨大明，甚至敢为吴三桂这个汉奸去卖命，他死有余辜。让开，让开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让开，别看了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听说这死囚是平西王的死对头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在宫中当嬷嬷，心想刺杀皇上，嫁祸给平西王，死罪啊！还好皇上福大命大，躲过了一劫。听说皇上今天要亲自监斩呢。居然用了这种特制的铁笼子，难道他们怕我们中途行刺？咱们根本下不了手，怎么办？只能在法场上动手了。走。二公子，皇上，待处决了雪衣居士之后，这平西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微臣代家父谢皇上恩典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行刑的时候，千万别有所动作。此话怎讲？大家发现，今天这下面好多围观的百姓之中，有不少都是宫里的侍卫假扮的，领头的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那，看到了吧？戴胡子的乡绅模样的那个，那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啊！不好，看来皇上坚持要杀雪衣居士，正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我该怎么通知师傅他们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刑场旁边去看热闹。胡闹！万一人群中有刺客怎么办？那岂不危险了？回来，在朕的身边待着。哦。皇上，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，时辰到，行刑。慢着！我还有话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这。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大师傅，一欢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！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收起。哟。索大人啊，
怎么是您呢？石树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华玲，你都是自己人，把刀收好。没事了，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石树姑娘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啊！哎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啊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树姑娘，你看我这……啊，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树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可疑的人？对。学医居士，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2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师叔李易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2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鳌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无人指使。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，嫁祸于吴三桂，好引发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的内战。但是草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清建国有30余载，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，如果再有战乱，那岂不是有无数无辜的百姓死伤？草民后悔了，草民不想死，草民要揭发这2个明珠谷的奸细，来为自己谋条生路。来人，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